話有小生命直至到誕生，為父母帶嚟歡樂。我記得係人生最美滿嘅7個月，係覺得好似擁有全世界咁。忽然發現個女患上罕有病，生活產生巨變。你唔會知道將來會發生咩事，你甚至乎唔知道今晚發生咩事。照顧難在個女有獨特嘅習性，佢會搣手咯，佢會切手，跟住搣到佢損晒。佢對陌生人係特別抗拒啦，佢要好需要有安全感嘅。佢瞓覺啦，瞓得好差，點嚟2點起身玩通宵。由接納到推廣，佢哋籌辦病人組織，俾人了解呢個病。我要去接納同埋面對我自己個女，繼而我要唔介意人哋去點樣睇我哋呢個 family。佢係雀躍嘅，係開心嘅，係感受到佢身邊嘅人對佢嘅關懷嘅。呢一日 ，Johnson 嚟到旺角同會計師 Andy 見面。2年前 ，Johnson 發起籌辦一個關注天使綜合症嘅慈善團體，希望俾公眾了解呢個病，家屬亦都可以互相支援。佢揾人幫手做慈善團體註冊 ，Andy 就應承義務擔任財務總監。自己嘅小朋友又有呢個病嘅話咧，其實你都要花好多時間要照顧呢個小朋友。咁其實我會諗你仲邊有時間去再搞呢個組織咧？咁但係阿 Johnson 佢嘅決心好大咯。佢哋喺6月完成非牟利組織註冊，預計年底會獲批為慈善團體。其實我覺得而家先係真正一個開始咯。要落晒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我哋嘅努力係更加多，需要多啲嘅努力咯。照顧天使綜合症嘅細路仔並唔容易，但係 Johnson 夫婦仲希望照顧到其他有呢個病嘅家庭。呢一日，佢哋去到一間廣告公司商討佢哋天使綜合症基金會嘅網頁設計。Johnson 話揾咗好多間先至揾到呢一間廣告公司。真係會有心人係會願意去支持我哋，去了解我哋多一啲，去俾佢哋嗰方面嘅專業我哋，令到成件事可以係好似個雪球咁效應咁一路滾出嚟。廣告公司總經理 Jerry 話：佢聽完 Johnson 一家嘅經歷，再諗到自己喺內地一個已經過身嘅舅父都有天使綜合症相似嘅病徵，決定幫下佢哋。我覺得係有決心去做一樣嘢，而係真係去做係好難嘅。咁我睇到佢哋係有呢一方面嘅努力啦。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幫得到佢。太多資訊。佢哋設計咗幾個版本俾 Johnson 同阿 Jo 參考。即係佢哋會喜歡水啦。所以我哋會用一啲藍色啊，一啲開心啲啊嘅做法去做咯。好感動。冇，千祈唔好咁樣。係。冇。冇諗過你哋真係好用心機去。冇咁樣。唔緊要，係咯。真係去了解到呢個病。多謝。天使綜合症係因為基因出現異常而引致嘅罕有病。Johnson 夫婦籌辦病人組織嘅同時，亦都向本地嘅基因公司查詢產前篩檢天使綜合症嘅可行性。始終係一個家長嘅身份，無論自己啦，或者係身邊嘅朋友知道有一個咁嘅罕有遺傳物，原來有咁嘅可能性喎，成日都會喺度諗有冇一啲方法可以去摒除到呢啲咁嘅疑慮咧。佢話：因為現時坊間已經有無創性產前技術，可以篩檢部分遺傳病，例如地中海貧血症、唐氏綜合症等等。雖然對天使綜合症產前篩檢嘅研究仍然喺好早期階段，但係佢好希望可以成功，等家長早啲了解胎兒患上呢個病嘅風險。有沓名牌。呢個，我哋要擺出。仲有咩係擺出嘅？基金會籌備咗2年，
呢一日佢哋舉行第一次聚會，參加者有唔同嘅專科醫生、社福界等等嘅專業人士。我嘅心情當然係緊張啦。話晒我哋準備咗咁耐，聯絡晒我哋所有嘅 committee 啦，同埋我哋嘅 advisor 去進行第一次嘅聚會。佢就係我個女文永玲。其實我哋個會啊，一直都係喺起步嘅階段啦。我切實係感受到佢哋亦都會對呢種罕有遺傳病，甚至乎對呢 AS 嘅病患者會有多一份嘅了解啦，同埋會有一點動容嘅，係佢係雀躍嘅，係開心嘅，係感受到佢身邊嘅人對佢嘅關懷嘅。都係一般嘅香港土生土長，都係有好多嘢唔識得珍惜咯，失去咗陣時先會識得珍惜啦。我哋或者係我哋兩個都唔係為一個好叻嘅人咯，但係藉著咗阿女嗰樣嘢，原來我哋佢俾到一個信心，原來我有啲嘢真係做到出嚟。跟住嚟緊嘅係東張西望。